另外，再來關心的是台鐵彰化到花壇之間一搭平交道，今仔日早起6點左右，有一台車是家己去弄到這個四機站，原因哪像就是因為車頂一個80多歲駕駛，伊是因為血糖真低，所以轉塞車失控，人已經送病院，車也卡佇平交道一段時間，造成台鐵有8班車攏去誤點。烏色的休旅車弄到護欄，掉佇個鐵軌路，警方甲台鐵公司人員趕到位，到場警戒。15透早6點，台鐵彰化到花壇中間的花秀路鐵軌路發生交通事故，一個80歲姓林的駕駛，疑似是因為血糖傷低，才家己弄護欄。伊手段以為比車人，家己自作。事故造成台鐵東正線無法度通行，台鐵公司成立2級應變小組來應用，改用西正線單線雙向來通車，將北落南的車攏受到影響。好佳在有熱心的民眾駛地高車，即時鬥3工，透早7點04分才恢復專線通行。肇事的查甫人因為胸坎還有骹手攏挫傷，互救護車送去病院治療，無性命危險，最測得是0。警方到場處理後查明，係林姓駕駛因精神不濟、不慎自撞比交道旁有直機護欄，造成駕駛本人受傷及車輛受損。就輪子陷到那個軌道裡面，然後車子撞到我的那個護欄，它損害我平交道的那個監控設備，要超過45分鐘要賠的話，我們會就跟他求償。台鐵統計，這站交通事故攏總影響8架車，延誤126分鐘，而且造成鐵軌路護欄，還有監控設備鬆動，煞尾會甲肇事的駕駛來求償。記者綜合報道。